后来继续是花市好新闻，来看云林岛南镇公所公开来招标，准备要采购到21台的水冷电风，分配予镇内各权利来使用。消息一个公布，导致相关业务的头家人，伊本身就是云林的子弟，直接就向公所来表明，讲要来回报乡里，讲要来寄付到71台的水冷电风，予公所来运用。今仔日镇公所特别举办一个感谢典礼。为了对抗高温，岛南镇公所原本有规划要公开招标，准备买21台的水冷电风。这摆就有一位相关的业者想要来回馈乡里，这摆就要捐71台，予公所自由运用。算起来，我嘛算在地，咱这个岛南在地的人啦，来回馈咱这个乡里啦。所以讲拢总来甲送出71台的迄个水冷扇。镇长嘛专工举办一场捐赠典礼，感谢业者的善行。嘛讲这个水冷电风会平均分配予镇内各里做使用，尤其即马镇内阁有咧办理注射针子疫苗，有这个设备真正有真侪帮助。快打仗，真正真用心咧替咱这个镇民来注射迄个疫苗，所以真感动。今仔日公所就会将这个设备分配予每一个里来运用，除了有咧办理中清食堂或者是关怀祭典的里，连地方要办活动或者是庙会，居民想要来借用拢总会使。长青食堂，我们还有关怀据点，我们都会用在这个部分。业者的善行除了对地方有真侪帮助，嘛期待透过这个捐赠活动，予更较侪爱心人士嘛会使来帮助社会。